南韩 JYP 公司继 TWICE 之后再度推出的新女团 ITZY， 2月12日才刚出道，9天后就夺下有线台音乐节目冠军宝座，人气超高。3月1日 JYP 在官方微博公布5位成员的中文证明，与过去直接音译的中文名称全都不一样。黑粉服装一字排开，有的秀长腿，有的露出小蛮腰，强而有力的舞蹈动作让粉丝眼睛为之一亮。他们是 TWICE 的师妹团 ITZY， 不走甜美路线，展现独有的 Girls Power。ITZY 2月12日才刚出道，首次登上音乐节目打歌就拿下冠军。南韩女团 ITZY 发生像梦一样的事情，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成为不忘初心的 ITZY。谢谢粉丝，我爱你们。包括南韩有线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 ，ITZY 才出道12天就横扫3个音乐节目冠军，也打破师姐 TWICE 的纪录。新人实力不容小觑，其中成员 Yuna 的美貌更是被拿来跟周子瑜比较。MV 上线2个礼拜，点阅率就破6500万，还已经拿下第1个汽车代言。ITZY 在海外也有许多人关注他们，像是大陆和台湾也累积不少粉丝，都会把他们的韩文音译成中文。但经纪公司 JYP 则在1日公布5位成员的中文证明，译制正确名为李智，柳珍名为刘珍，彩玲名为彩玲，于娜名为有娜 ，Leah 则维持原本的英文名字。ITZY 至今出道3个礼拜，从点阅率和讨论度以及排行榜来看，都显示出他们怪物新人的超强实力。